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集。讀聖經嗰時，有冇發現一個好古怪嘅現象？舊約咁長篇幅，好似從來冇提過趕鬼，但耶穌一出場就周圍幫人驅魔。最奇嘅係，當時啲人完全唔覺得被鬼附有咩咁出奇，連班門徒都睇到呆咗，只係因為連最兇猛嘅污鬼喺耶穌面前都要跪低服咗佢。睇到呢度，最核心嘅問題嚟啦，到底聖經所講嘅鬼究竟係啲咩？舊約又係咪真係冇提過？如果你以為舊約只係講歷史、律法同道理，咁就錯啦。只要用希伯來原文去睇舊約，你就會發現一個精彩到好似魔戒咁嘅神話世界，裏面充滿咗一啲被譯做偉人或者巨人嘅神秘存在。佢哋唔單止體型大、力大無窮，更係性格殘暴，地上所有罪惡同黑暗勢力嘅源頭，甚至同拜偶像有直接關係。最震撼嘅係，連新約耶穌趕鬼，背後都同呢班巨人大有淵源。今日我哋就會由希伯來聖經嘅原文出發，同大家一齊拆解呢班神秘偉人嘅秘密。想知佢哋同耶穌趕鬼有咩關係？記得睇到最後，同埋即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首先要講嘅，一定係最出名嘅偉人 Nephilim。雖然呢個字喺成部聖經入面只係出現過2次，分別係創世記第6章4節同埋民數記第13章33節，但佢嘅影響力絕對係核彈級。喺創世記第6章講到，當時有一班上帝嘅兒子們，即係天使，睇見人間嘅女子生得好靚，於是就私自落嚟同女人結合，生咗一班半人半靈嘅混血後代。呢班就係偉人 Nephilim。Nephilim 呢個字喺希伯來文嘅字根係 Nephal， 字面意思係跌倒或者墮落，所以好多聖經學者都認為呢個字根正正係要點出佢哋根本就係一班墮落天使同人類私通所生出嚟嘅後裔。然後要講嘅就係亞納族人 Anakim。根據民數記第13章33節所講，佢哋其實係偉人 Nephilim 嘅一個分支。當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嘅邊界，派咗12個探子入去打探環境。點知班探子返到嚟嗰陣，直情嚇到面都青埋，成身震晒。佢哋話喺入面見到亞納族人，仲形容對方根本就係 Nephilim 嘅後裔。班探子話喺呢班巨人面前，我哋矮到好似一隻隻蚱蜢咁，而佢哋睇我哋都係一樣。Anakim 呢個字喺原文有長條頸或者戴住頸鏈嘅人嘅意思。佢哋當時主要聚居喺希伯倫一帶。不過呢度就帶出咗一個喺神學界幾百年嚟都爭論不休嘅大謎題。如果當初挪亞洪水真係淹沒咗全世界，消滅咗所有罪惡，點解洪水過後竟然仲會有 Nephilim 出現？到底係唔係洪水之後又有另一批天使集體墮落，再同人類生仔？定係當初嗰場洪水其實根本冇殺得晒所有嘅 Nephilim？呢個問題直到今日都未有一個一致嘅標準答案。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利弗因人 Rephaim。呢個字非常之神秘，喺聖經好多地方都出現過，而且佢喺唔同嘅書卷入面，居然有幾種完全唔同嘅意思。佢第一個最直接嘅意思係指當時嘅巨人種族，而呢個族群入面最出名、最具代表性嘅人物就係巴珊王噩。聖經仲非常之詳細咁記載過佢張鐵床，話張床足足有4米半長、1.8米闊。你可以想象到佢個身形有幾咁誇張。不過最終都係被摩西帶領嘅以色列人擊敗。利弗因 Rephaim 呢個字，佢嘅字根其實有醫治同修復嘅意思。點解會咁叫？有學者研究指出，因為呢班利弗因人擁有異於常人，好似超級英雄咁強大嘅身體修復同治癒能力。但係佢嘅第二個意思仲匪夷所思。喺詩篇同埋以賽亞書入面，Rephaim 係用嚟指陰間嘅幽魂。原來呢個字仲有另一個字根，意思係下沉、鬆開、衰弱，專門用嚟形容嗰班大洪水被神消滅嘅巨人，但靈魂依然喺人間逗留，變得好軟弱冇力而且死氣沉沉嘅靈。結合翻當時嘅古代近東文化，例如喺烏加里特文獻 Ugaritic Text 入面，Rephaim 係被視為一班死咗嘅巨人先祖。所以利弗因人喺古人眼入面，唔單止生前係肉體強悍嘅巨人，最恐怖嘅係佢哋死咗之後，靈魂依然喺人間逗留，成為一種令所有人諗起嚟都毛骨悚然嘅黑暗存在。
講完 Nephilim、Anakim 同 Rephaim 之後，最後我哋一定要睇埋 Gibborim 呢個字。喺好多聖經譯本入面，佢通常被譯作英武有名嘅人或者大能者。大家要注意，呢個字其實並唔係指一個好似 Nephilim 或者 Rephaim 咁由靈體同人類生出嚟嘅新混血物種。佢主要係用嚟形容一個人嘅能力，代表極度強壯、充滿戰意同埋大能。所以呢個字唔單止可以用嚟形容 Nephilim 巨人，連大衛王身邊最強嘅嗰班特種部隊，即係佢手下嘅30個勇士，喺原文一樣被稱為 Gibborim。大衛王嘅勇士 Gibborim 雖然係一班有血有肉嘅普通人，但佢哋嘅戰績一樣好似神話咁傳奇。有人試過單槍匹馬，一個人殺死幾百個敵人；有人試過喺落雪嘅日子跳落深坑入面同獅子肉搏。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點解同一個字既可以形容墮落天使嘅混血後代，又可以形容上帝同選民嘅開國英雄？呢個正正就係聖經作者最巧妙嘅地方。Gibborim 代表嘅其實係一種極致嘅力量。當呢種力量係源自於對上帝嘅反叛，好似創世紀嗰班大洪水前嘅巨人，佢哋就成為咗帶嚟災難嘅魔頭。但當呢種極致嘅力量係用嚟保護神嘅國度，行在神嘅心意入面，好似大衛嘅勇士，佢哋就變成咗聖經所稱讚嘅當世英雄。所以 Gibborim 呢個詞喺聖經入面其實係中性嘅，佢正正係提醒緊各位觀眾，強大嘅力量從來都係一把雙刃劍，關鍵在於你呢種力量嘅源頭同埋目的到底係乜嘢。講到 Gibborim 大能者，我哋就一定要講一個代表性嘅靈魂人物寧錄 Nimrod， 佢簡直就係 Gibborim 入面嘅表者。喺聖經入面，寧錄係一個極之傳奇嘅神秘人物。雖然直接講到佢嘅經文其實唔多，但佢對後世嘅影響力卻係非常之深遠。接落嚟，我哋就一齊嚟睇下聖經入面關於寧錄嘅4大核心事實。首先係寧錄嘅血統。根據創世記10章1到8節，寧錄嘅家族線係咁樣嘅，佢父親係古實，係含嘅孫，挪亞嘅曾孫。聖經當時用咗2個好特別嘅稱號去形容佢。第一係世上英雄之首 Gibbor， 佢係大洪水之後第一個喺地上被稱為 Gibbor 英武大能者嘅人。呢個字正正就係我哋頭先提到用嚟形容巨人嘅同一個希伯來字。第二，聖經形容佢喺耶和華面前係個英勇嘅獵戶。呢句話可以從2個方向去解讀，佢好可能係一個身手不凡、保護人類嘅大英雄。但另一個解釋，正正因為佢有咁大嘅本領，喺猶太傳統同好多聖經學者眼中，呢句在耶和華面前喺希伯來原文嘅語境入面，其實可以翻譯做對抗耶和華。佢真正狩獵嘅唔係野生動物，而係人心同靈魂。佢利用自己強大嘅影響力去誘導獵取人心，因此佢帶領所有人一齊背叛離棄上帝。寧錄係聖經歷史上面第一個建立帝國嘅君王。佢當時統治嘅版圖極之誇張，直接橫跨咗2大文明發源地。首先係示拿地 Shinar， 佢喺呢度一手建立咗巴別 Babel、以力、亞甲同埋甲尼。而巴別呢個地方後來就演變成歷史上大名鼎鼎嘅巴比倫。跟住係亞述 Assyria， 佢之後由示拿地進軍出去，建造咗尼尼微 Nineveh 呢座大城。去到舊約彌迦書第5章6節，聖經甚至直接將亞述稱為寧錄地，可想而知佢喺古代近東地區絕對係一個極具權威、教人聞風喪膽嘅一代霸主。雖然聖經冇直接寫明寧錄就係一個 Nephilim， 但佢同古代嘅巨人文化卻有住千絲萬縷、密不可分嘅聯繫。呢度最關鍵嘅就係 Gibbor 呢個字嘅雙重身份。頭先都提過，寧錄被稱為 Gibbor， 而呢個字正正就係創世記第6章4節入面用嚟形容大洪水前嗰班 Nephilim 巨人嘅同一個字。正因如此，喺聖經以外嘅一啲外國文獻，例如匈牙利神話入面，寧錄直接被寫成一個實實在在嘅巨人。有學者推測，寧錄就算冇巨人嘅血統，佢亦好可能係大洪水過後巨人文化同黑暗力量嘅靈魂繼承者。甚至有人大膽假設，
佢係透過咗某種遠古嘅神秘儀式，從而獲得咗超自然力量嘅變種人類。雖然喺聖經創世記第11章講述巴別塔事件嗰陣，並冇直接寫明呢座塔係由寧錄親手起嘅，但係幾乎所有古代文獻，好似1世紀歷史學家約瑟夫嘅猶太古史，都一致公認寧錄就係呢場反叛行動嘅幕後黑手。因為聖經喺前面第10章先剛剛講完佢係巴別嘅王，緊接住第11章就話巴別嘅人要起一座通天神塔去傳揚我哋自己嘅名。將呢2章連埋一齊睇，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寧錄喺呢度，正正就係代表住全人類集體走向對抗、挑戰上帝權威嘅最高峰。雖然聖經本文對寧錄嘅評價相對比較中立，但係去到第2聖殿時期嘅文獻，好似猶太古史以及後來嘅拉比傳統入面，寧錄完全被塑造成一個終極大反派。有學者研究指出，希伯來文嘅寧錄 Nimrod 喺字根上被理解為 Marad 呢個字，意思就係嚟啦，我哋一齊去反叛啦。拉比傳統堅信寧錄就係巴別塔嘅真正建造者，佢之所以要起呢座通天高塔，背後嘅動機係想話可以透過巴別塔直達天堂，咁就可以直接到天界操控天界靈體。最得意嘅係，當時啲人應該有一個心態，想用巴別塔嚟做大洪水嘅避難所，所以喺建築材料上，佢哋刻意唔用普通嘅石頭同泥漿，而係用咗磚頭同石漆，即係瀝青呢啲古代最強嘅防水物料嚟起。喺第2聖殿時期嘅文獻，好似雅撒二書 Book of Jasher 呢啲偽經入面，仲記載咗一段寧錄同信心之父亞伯拉罕鬥法嘅超精彩故事。當時寧錄因為不滿亞伯拉罕拒絕拜偶像，居然惱羞成怒，將亞伯拉罕丟入去一個大火爐入面。點知發生咗神蹟，亞伯拉罕最後竟然毫髮無傷，平平安安咁由火爐裏面走翻出嚟。所以翻去聖經話寧錄係鸚鵡嘅獵戶呢句，拉比嘅神學詮釋一針見血，佢獵嘅根本唔係野獸，而係獵取人心。佢係利用自己絕頂嘅口才、權力同力量去迷惑控制全人類，將一代人集體帶離上帝。最後加上一個簡單嘅總結，大洪水之前墮落天使同人類嘅混種就係 Nephilim 偉人，大洪水之後呢啲混種以及混種死咗嘅亡靈就改為叫做 Rephaim 利弗音陰魂或死人，而 Anakim 亞納族人係 Rephaim 嘅其中一個種族。至於 Giborim 勇士或者英雄，就主要指能力同英勇，但亦都用嚟指呢啲反叛上帝，就係指極致嘅力量帶來災難。透過第2聖殿時期嘅文獻，我哋睇到一個比想象中更複雜嘅屬靈戰場。呢班巨人唔單止係體型力量上嘅威脅，更代表咗一種混亂上帝創造秩序嘅力量——黑暗勢力。跟住落嚟，我哋會先一次過睇晒所有關於利弗音 Rephaim 嘅聖經經文，之後我哋就會一齊去睇偽經以諾書，拆解呢班 Rephaim 死咗之後，到底係點樣一步步變成四處害人嘅邪靈。到最後，我哋再睇翻耶穌趕鬼嘅經文，睇下響 Rephaim 呢個字嘅故事框架底下，去了解耶穌講嘅說話，同鬼見到耶穌嘅反應。我哋跟住會睇一堆聖經經文，有需要可以先暫停。另外下面 description 裏面會列出所有經文，呢啲經文主要描述利弗音人嘅地理分布同被征服嘅過程。撒母耳記下5章18同歷代志上11章14章，大衛多次響利弗音谷擊敗嚟進攻嘅非利士人。撒母耳記下21章16至22節記載咗大衛嘅僕人殺死咗4個響加特 Gath 嘅利弗音人後裔 Rapha 嘅後代，其中包括哥利亞嘅兄弟。響詩篇、約伯記、
箴言、以賽亞書呢啲屍體文本中，希伯來原文 Rephaim 經常被翻譯為陰魂、幽魂或死人。聖經 Nephilim 嘅故事講得比較精簡，如果想知多啲細節，我哋就要睇第二聖殿時期最重要嘅文獻《以諾書》The Book of Enoch。呢本書講得好白，呢班上帝的兒子們其實係一群叫守望者 Watchers 嘅天使。注意，守望者 Watchers 呢個稱呼亦都係但以理書對天使嘅稱呼。呢啲墮落嘅天使唔單止同女人亂嚟，仲生咗 Nephilim 呢啲雜種嘅巨人。墮落嘅天使仲教咗人類煉金術、製造武器、化妝同埋占星、巫術等。結果呢班 Nephilim 喺地上橫行霸道，互相殘殺，食晒所有物資，最後甚至食人。呢個係以諾書解釋點解上帝睇世人盡都係惡，亦都係神要用大洪水毀滅世界嘅主要原因。以諾書第7章好詳細咁記載咗呢班墮落天使同人類結合，生出巨人嘅全個過程。呢班巨人喺世上瘋狂咁吞噬人類嘅物資，去到最後，甚至演變成生吞人肉、連血帶肉咁去食人嘅恐怖怪物，將成個大地變成咗一個人間地獄。然後喺以諾書第8章1至2節講到，呢班墮落天使教咗人類好多唔同種類嘅禁忌技術，例如煉金術、點樣製造武器打仗，仲有化妝術、占星術同巫術等等。結果人類一學識呢啲嘢，私慾同暴力就全面失控，直接導致成個世界徹底崩潰，變成咗一個恐怖嘅人間地獄。之後喺以諾書第10章1至6節講到，上帝終於忍無可忍，命令天使長去捆綁墮落嘅天使，將墮落天使掉入黑暗嘅洞中，直到大審判，並親自向以諾揭示神嘅終極計劃。上帝將會用一場全地嘅大洪水去毀滅整個世界，藉此全盤解決、清算呢班墮落天使同埋巨人所帶嚟嘅所有罪惡問題，並會醫治全地，抹去墮落天使造成嘅困局。喺以諾一書第15章入面，造物主親自向以諾同埋班天使好詳細咁解釋咗天使同人類本質上嘅運作規律。天使係住響天上，係屬靈嘅，係聖潔嘅，係世代不朽，所以不會生兒育女。人類係住響地上，係有肉體嘅，唔係永生嘅，所以需要生兒育女，先至可以響世上一無所缺。同時亦都揭開咗邪靈污鬼到底係點樣產生嘅終極謎底。喺以諾書第16章講咗邪靈污鬼嘅結局，巨人被屠殺後，靈魂會脫離肉體，成為不潔嘅靈或邪靈。邪靈將肆意毀滅而不受審判，直到末日審判。響末日審判，邪靈、墮落天使、守望者以及邪惡嘅人類呢度套用咗新約猶大書所提及嘅對靈體權威全無敬畏之心，亦都唔相信靈體權柄嘅無神論者一同徹底終結。睇到呢度，我哋先嚟一個小小嘅總結。頭先我哋學識咗舊約聖經入面4個同巨人有關嘅希伯來文生字 Nephilim、Rephaim、Anakim 同 Gibborim。喺大洪水之前，呢啲巨人被稱為 Nephilim， 而到咗大洪水之後，希伯來文就會叫佢哋做 Rephaim。另外 Rephaim 亦都可以用嚟稱呼嗰啲死咗嘅巨人亡靈。跟住我哋認識到聖經其實係刻意用 Gibborim 呢個字，將亞述同巴比倫嘅始創人寧錄同埋巨人 Nephilim 連結喺一齊。呢個做法暗示咗當時反對上帝嘅帝王其實係繼承咗巨人 Nephilim 嘅意志。之後我哋又睇咗偽經以諾書對巨人嘅描述，
書中提到墮落天使同人類女性生出巨人，結果將世界變成人間地獄。上帝忍無可忍，於是出手捉走墮落天使，並降下大洪水去消滅呢班巨人，同埋地上邪惡嘅人類。不過，被屠殺嘅巨人亡靈依然會留喺人間，成為邪靈，一直禍害世界，直到大審判嘅日子。好啦，講咗咁耐，不如我哋翻去一開始嗰個問題，點解耶穌會到處趕鬼，但偏偏舊約聖經就冇講呢？如果我哋仔細分析新約入面耶穌同鬼嘅對話以及他講嘅比喻，其實可以歸納出以下7個重點。第一，邪靈係好清楚，亦能一眼認出耶穌同使徒嘅身份。第二，邪靈知自己嘅時間唔多，將來必定會受苦。第三，耶穌同使徒對鬼有絕對嘅權柄，只要一開口，甚至連使徒用過嘅物件都可以用嚟趕鬼。第四，邪靈唔係得一隻半隻，佢哋可以好多，而且有自己嘅名號。第五，邪靈都有分級數，有啲比較惡，有啲冇咁惡，而且佢哋仲會組隊聯合行動。第六，其實耶路撒冷同聖殿一直都有人趕鬼，只係舊約冇記載到。如果唔係，耶穌就唔會質問法利賽人話：你們的子弟趕鬼，又是靠着誰呢？第七，耶穌講過，趕鬼正正就代表住神的國臨到。如果我哋將舊約希伯來聖經以諾書講嘅邪靈起源，同埋新約對邪靈嘅特徵並埋一齊睇，你會發現一啲巧合嘅地方。首先，對應翻第一同第7點，點解邪靈一見到耶穌同使徒就認得？呢個應該同神嘅國度有關，因為耶穌同使徒代表神嘅國，而邪靈喺大洪水審判嗰陣已經全軍覆沒，輸咗一仗。邪靈響天國係只可以落荒而逃。另外有一啲經文可以睇出天國同趕鬼係有關嘅。響使徒行傳10章1至20節，耶穌安排咗70個人，兩個咁出去傳福音。呢度神學家會提，大家要注意，呢個福音唔係我哋一般會講嘅4律，因為嗰時耶穌都未死，又未復活，仲未有人知呢啲。事實呢70個人係傳緊天國嘅福音，就係天國近，要預備進入天國。跟住落嚟，首先耶穌教要祈禱，就係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去收佢嘅莊稼。咁呢70個人就去帶翻嚟嘅信息係，因為耶穌個名，鬼都服咗我哋，而耶穌教導係唔好因鬼服咗你哋就歡喜，要因你哋個名記錄響天上而歡喜。我嘅解讀係，天國已經登記咗呢70個人嘅名，佢哋去嘅地方就係代表神國收地，鬼自然要被趕走。所以當神國嘅代表一出現，呢班戰敗嘅邪靈自然認得。正如耶穌話，趕鬼就係神國臨在。對應第2點，邪靈知道自己將來會受苦。以諾書第16章就講過，邪靈喺地上作惡係有時限嘅，將來必定要接受最後審判。對應第3點，耶穌同使徒對鬼有絕對權柄，呢點可以解讀為神國對邪靈有絕對嘅壓制力。對應第4同第5點，邪靈數量多，有名，仲有分強弱。根據以諾書嘅解釋，邪靈原本係巨人，生前能力強大，非常高傲而且兇狠，所以化為靈體之後，實力自然有高低之分。至於第6點，趕鬼呢件事一直存在，只係舊約冇寫。事實上，古代好多民族好似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都有趕鬼儀式，而喺其他希伯來文獻，好似所羅門智慧書同希年書入面都有記載。甚至提到所羅門王有一隻用嚟趕鬼嘅戒指，過程仲要配合祈禱、草藥同埋特定儀式。總括而言，耶穌對趕鬼嘅描述，同以諾書所講嘅邪靈起源，邏輯上竟然完全講得通。不過話時話，雖然講得通，但以諾書嘅來源其實好可疑，因為呢本書大約喺主前200到100年用亞蘭文寫成，而且唔止一個版本。時間上絕對唔可能係主前3000年前嘅以諾本人寫嘅。咁點解作者要用第一人稱我嚟自稱呢？如果作者唔係以諾，
但又用我嚟寫，咁呢本書本質上就係一本虛構小說。就算寫得再好再吻合，都唔可以完全相信，更絕對唔可以納入聖經正典入面。不過喺度我有一個好大膽、好瘋狂嘅奇想。聖經記載過，全人類歷史裏面有兩個人係冇經歷過死亡，就直接被神接走。耶穌死過，摩西都死過，但偏偏有兩個人唔使死，一個係以利亞，而另一個就係以諾。我知道呢個諗法真係大癲，但大家不妨以一個有趣嘅假說聽下。有冇一種可能，以諾書真係以諾寫嘅？正因為佢冇死到，佢一直活住，等到人類文字發展到一定水平，亦喺耶穌降生之前，舊約先知預言都實現得七七八八嘅時候，喺聖經沉默嘅400年期間，佢親手寫咗呢本以諾書呢？以上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多一個知識。如果你有咩唔同意，或者有其他諗法，不妨喺下面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下。本集嘅內容啟發來自已故希伯來聖經神學教授 Dr. Michael S. Heiser 嘅作品 Reversing Herman: The Unseen Realm 同 Demons。 想知更多有關呢方面嘅嘢，可以睇呢位神學家嘅書。多謝收睇，下集見。